各位股友，大家好，今日就同大家講下兗煤嘅短線走勢、技術分析與渦輪市場機會。兗煤短線分析，上攻動能仍存，還是短線超買需回調。兗煤01171，截至今日14日上午10點45分最新報8.7港元，3日振幅4.84%。市場短線波動仍較活躍，技術指標顯示 RSI 為68，已接近超買區間，顯示市場動能仍然強勁，但需關注短期是否會有回調壓力。此外，威廉指標和隨機震盪指標均顯示超買狀態，發出短線賣出信號，這意味短線內可能出現獲利回吐的情況。從支撐與阻力分析來看，8.22港元是短線關鍵支撐位，若跌破，可能回測7.97港元的更強支撐區域。向上突破的關鍵阻力位在8.88港元，一旦成功站穩，則有望進一步挑戰9.39港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保利加通道顯示股價已接近上軌，預示短線或進入超買區域，投資者需要注意市場回調風險。市場觀點，兗煤會繼續上攻，還是短線整理？投資者對兗煤的後市看法分歧，部分市場觀點認為股價有機會上試11至14港元區間，但短線技術指標顯示可能需要先行回調整固。對於短線交易者而言，當前是否是介入認購證的好時機，還是應該觀察是否回測8.22港元支撐再作決定。近期產品回顧，認購證升幅驚人。回顧3月11日的市場表現，兗煤的認購證2日內錄得亮眼表現。信證認購證27035，2日內升26%。這顯示市場仍然有資金壓住兗煤短線走強，但投資者需留意超買信號帶來的短線壓力，若未能突破8.88港元，則可能會先行回調。渦輪與牛熊證機會解釋，若投資者看好兗煤短線突破8.88港元阻力，可考慮槓桿較高的渦輪。瑞銀認購證27029，槓桿5.14倍，行使價10.67港元。這款產品適合短線看漲的投資者，但需注意若兗煤短期未能突破8.88港元，時間值損耗可能加快。如果投資者認為兗煤短期內將回調至8.22港元支撐位，可考慮摩利認沽證26885，槓桿2倍。行使價9.09港元，該產品適合預期兗煤短線回落的投資者，但需注意市場是否出現止跌跡象，避免過早進場。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，並關注港股渦輪 Jenny，獲取更多市場分析與交易策略。